来乡亲啊，即摆这个时节，萨库拉正咧大开。通常咱看到的拢是粉红色的、桃色的，也毋过嘉义县有一个秘密的所在，有全台湾罕见的白色的萨库拉。这是台湾的特有种福尔摩沙白樱。这个白色的花蕊开一大片，看起来是真清幽。另外，暖冬的关系，班枝花今年提早来开花。台南高铁贵人15路附近2排班枝花已经开甲真水了。 白色樱花开甲真水，本来伫遐飞来飞去的彩蝶，拢忍不住停伫白色樱花顶面。真罕见的白色樱花自然的美景，后来再欣赏游客看了后，心情拢加真好。就是那种桃花源的感觉，就是远离那种世间的尘嚣。对啊，然后来到仙境的感觉。这是阿里山祖祖的圣山小塔山脚，因讲是嘉义山区的秘密景点。 就会使欣赏到台湾特有的福尔摩沙白色的樱花，变化万千的云海，甲夕阳嘛真水。也有祈福亭，会使互游客祈福。因为这个小塔山是邹族的圣山，所以我们这边有设一个祈福亭，可以挂玉手。除了嘉义县山区有白色樱花，台南高铁归仁15路一带。 双排200几丛的班枝花嘛，当日开花，拢是柑仔色的花蕊。专家建议赏花上好的时间。来赏花比较大量的话，我看它花苞都形成了哈，大概在2月底啊，可能是绽放最多的时候。因为暖冬或者班枝花提早1个月开花，周末会使安排规个花啊去赏花。